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正義女神，嚟到第22集。今次講嘅關於魏榮俊殺妻案，魏榮俊無法無天，惡貫滿盈。警方喺調查佢金融詐騙案期間，先後有會計師、律師同埋法官被殺身亡。嗰位被殺嘅法官就係方官嘅師傅聶官。到咗1996年，出現咗魏榮俊殺妻案。當年警方用非常手段，連同控方造假證供，再串同魏榮俊手下張品威偽造證據，加上律政司同埋主審法官方官配合，結果終於成功將魏榮俊定罪。由於方官報仇心切，急於將魏榮俊定罪，所以無視控方證供嘅疑點，仍然將魏榮俊定罪。而當年案件最重要嘅證據就係嗰支失槍，呢支失槍就係張品威收埋咗喺佢嘅辦公室嘅夾萬入面。後來呢間辦公室就變成咗依家嘅 Live House 音樂派對俱樂部，但係支失槍仍然放喺辦公室嘅夾萬裏面。當年負責查魏榮俊殺妻案嘅陳警司去到 Live House 見到夾萬入面有支失槍，所以佢就靜靜雞攞走支失槍，同時亦都順便攞走埋個針孔攝錄機，因為個針孔攝錄機對住個夾萬會影到佢攞走支失槍。由於魏榮俊案牽涉到失槍同方官，所以言官要求方官出庭做證人，將事件經過講出嚟。而最後警方喺陳警司嘅車尾揾到支失槍同埋個針孔攝錄機，透過針孔攝錄機睇到張景祥被殺案嘅現場，有一個大約1.65米高嘅人出現，而呢個證據就證明咗現場仲有第三個人有可能係兇手，所以控方話天雪係兇手就有疑點。針孔攝錄機證明天雪唔一定係兇手。至於魏榮俊殺妻案，究竟方官陳警司同埋律政司 Hugo 有冇做錯，就好值得大家討論。方官將呢件事擺喺心入面30年，佢覺得佢審案審咗幾十年，呢一單案係佢唯一一單覺得遺憾嘅，因為佢唔可以做到法律嘅基本原則，為所有人伸張正義，問心無愧。但律政司 Hugo 就表示佢哋係做錯事，但係冇做壞事。咁究竟佢哋做嘅係好事定壞事呢？能夠將一個惡貫滿盈、視法律如無物、殺咗幾個無辜嘅人嘅大惡人送入監獄，其實係好事。但係喺司法程序嚟講，佢哋用不正當嘅手段去判一個人有罪，咁就係有違公義。究竟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啱啲，定係一定要嚴格遵守司法程序啱啲？為咗司法程序而放生一個滿手血腥、惡貫滿盈嘅疑犯，又係咪正確呢？就好似高淑華所講，佢個仔一日未定罪，一日都係清白嘅。當日言官放過高成斌，結果高成斌又殺多2個人。之後言官一直都受到良心譴責，所以先轉去少年法庭。所以如果當日方官放過魏榮俊，咁魏榮俊又會殺多幾多個人呢？嗰啲受害者係咪會埋怨方官呢？方官又會唔會因為放生魏榮俊而受到良心譴責呢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，希望你幫我撳翻個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